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东县政府当咧做体育馆的整修工程，但是因为体育馆的年前有大量的椅仔作秀，所以县政府就伫附近帮这顶椅仔另外过来作秀、搬修，甲椅仔颈搬线过去。原本这是好意，想袂到安尼做，确实来干扰着因原本的生活。200多只椅仔颈400桶只。村的100多只马上来抢救，这是一场为生命来搏斗的救援的行动。接落来，就透过咱的镜头来看保育人员安怎为野生动物来做一道温柔的保护网。吐出来了，脱水状况有点严重。 在安置到营养通道之后，脚被缠到啊，或者是骨折啊这种。最终目标当然是不要有医院了，不要有医院就代表说你没有动物需要处理这些事情。你 OK 吗？ 伫动物病院，教养员廖兆生带志工正亲手的饲61只婴仔囝，这是台东野湾野生动物病院成立以来解救鸟仔囝上大规模行动。4天内200多只鸟仔囝，有的抢救无效，有的没死。资料都不见了，蛮虚弱的，应该是状态不太好。 脱水状况有点严重，然后它的黏膜会比较干燥一点，那吞咽可能就会有比较麻烦。卡住吗？哦，好，那没事 ，OK。这只死掉了吗？哪一张的？H 它刚开枪就死掉了。好。然后这一只它看起来有点活动力不太好。现在是 H 那一种。昨天死亡3只，对，然后今天目前为止死2只。 C 应该还没喂。这个纸箱啊是受伤的鸟的加护病房，脱水真严重，未接，小小的生命正甲死神伫对抗。这几只会比较不好喂。它的状况，它是到现在眼睛都还是闭着的，就是还蛮虚弱的。对啊，它还是不行。你小心相机可能会被喷到。我下去之后，它嘴巴马上就开着，它没有马上闭起来，它就是有一个在翻呕的动作出现。然后它们其实也偏消瘦，就是身体摸起来也是偏瘦一点。这个代志就要为6月11日台东县立体育场开始翻修工程讲起。 来到台东市区的县立体育馆，可以看到天空中还有成群的小雨燕盘旋，因为它们的巢穴就在体育馆的外墙周围。不过近日因为整修工程，县政府必须搬移鸟巢，没想到却因为习性不合，引发200多只小雏鸟的生存危机。那我们这边每一个柱子都有一个沟槽，继续上去，它上去是这样弯上来的，它的筑巢都筑在那个沟槽里面。体育馆应该 算是比较很有年限的建物了。我们在施作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一定会影响到栖地，移除出来的雏鸟就把它放到里面去，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示范。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台东县政府教育处无主动的作为，将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不过上届要紧的是，要安怎好这失亲失寿的鸟仔活落去。 6月11日，刷秀迄一天，218只的婴仔囝被带入桶仔内，放入箱仔收。过日讲，这鸟囝情形真严重，甚至剩一个溃死啊！台东县政府紧急将因救出来，送去赛车1点钟的池上乡野湾动物病院。诊疗室的涂骹、四界拢是带鸟囝的箱仔，因为医疗的人力甲物资无够，兽医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为这救袂活的鸟仔进行人道的处理。在安置到鸟巢的时候，密度蛮高的，所以也会容易有一些外伤的问题出现，无论是脚被缠到啊，或者是骨折啊，这种问题都有发生。6月12日安乐死的45只，就目前全部都包在这边这样子，然后。 对啊，因为第一天状况动物最多，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取舍。
小小的鸟仔囝揪出一丸，正以为毛看袂掉瘦弱的身躯，照顾的量能无够，野湾病院只好联络全台湾各地照顾队，陆续分配送出85只状况较稳定的婴仔囝，期待为因带来一线的生机。婴仔属于特有亚种，伫台湾原生婴仔内面体型上细，时常出现伫低海拔区的半空中，甲人类生活范围顶塔。一般人对因无啥了解，嘛互因的生存面临危机。他们是四只脚趾都是往前的，对，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习惯，他们比较有能力可以这样子挂在这样的墙面上。如果他们在地面这样爬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活动得很正常。成鸟的育雏时间是不建议去动鸟巢的，因为第一个是你不知道成鸟找不找得到你移动鸟巢的位置，那也许小鸟的起时的叫声，成鸟不见得听得到，那也有可能会因为你惊扰了巢，然后成鸟就会弃巢。人类活动范围愈来愈宽，甲野生动物斗阵就会出现真济问题，像这类紧急救伤的行动，已经是野湾病院的日常。啊，你在抓它的时候没有被戳到吧？我请我同事男朋友帮我抓，我不敢。它有点凶啦。对。去台东市区，民众通报有一只大型野鸟血管马路山暗公，规下晡趴伫涂骹，袂顶袂动，受伤的情形不明。就趴在草地上。他就在这，对，就是趴在草地。还是站起来？他就不动。完全不动。对。哎，在哪？哦。在里面。哦，还没有很大只啊，还没有很大只，它可以长更大。很紧张。对。它张嘴是在威吓，那我们赶快把它，还有东西可以让我把它盖起来，稍微盖一下。好，没事，然后我们带回去。谢谢。好。为台东市区转来到野湾病院，塞车爱点外钟。这条路却是整个华东地区野生动物救命的唯一选择。过去野生动物救治单位全台湾敢若3位，分别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甲屏东科技大学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真明显，伫东台湾无，一直到2020年野湾的成立，才化解东部的困境。救伤人员转来到病院时，已经暗暗。毛巾不用哦。没有要里面的东西。哎呦，他踝关节水肿，然后左脚没有抓握，腹部有淤青，这部分但现在已经内出血。兽医师林武璇甲教养员吴家锦是野湾动物病院创始团队成员，因伫滨科大动物收容中心工作来结缘，并且下大愿，要为东台湾的野生动物起一道安全网。其实我是读森林系起来的，所以我以前比较多对野生动物的经验是野外调查。做调查过程中就遇到很多伤亡，就是想知道我还可以再多做点什么。然后去群科大兽医系的时候，因为刚好那边就有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然后也去那边当志工，就认识了这群人，对，这群不顾一切的人。没有，完全没有，是完全没有，他连抓物都没有。那有完掉，我觉得不乐观了，没有，他没有反应。经过受伤的鸟仔脚已经无感觉啊，无材料停伫树仔顶，已经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病院无法度到复原，只好人道处理。我推测应该是脊椎或者是哪边有损伤，导致他后脚完全没有感觉，然后也没有痛，所以就是不可能放，所以就会做人道处理。没了。去看一下。好。想要做的包含了医疗、救援，然后教育宣导，以及最后的研究。只是因为我们最熟悉的事物就是兽医师的事物，所以先有一间医院，我们可以继续做其他事情。
遥远是东部地区救伤的前哨站，嘛担起失亲小动物的养育甲野防的重任。这边是哺乳室，然后这边大概都是一些失亲的幼兽或幼鸟，像这一餐就有白鼻星、蝙蝠、兔子、绿袖眼、五色鸟。我们会穿这个哺乳装，对，然后主要是把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个遮蔽，减少动物对我们人类喂食产生一个连结啦。哺乳兽比较容易对人很亲近，像那个白鼻星就是被狗叼走这样，然后民众发现，这也有常常这样，通常都是在人类可能在耕作或者怎么样，不小心把他们的巢给破坏掉，然后导致可能妈妈就跑掉了，就留一窝小朋友在那边，对啊，就通常都是这样被送过来。它真的会抱住它耶？因为像这样年纪的小朋友，一般在野外都是会抱着妈妈，但是现在在我们这边，我不可能让他抱着，所以我们就用玩偶的方式去替代。这样，如果你是从小时候养到大，这个过程是很长，然后我们要费尽很多心思，不管是食物也好，环境也好，训练也好，到它野放的那一刻，这个过程反而是最累、最辛苦，然后最棘手的。好，差不多了。6月16日救援第5天，院内婴仔囝敢若剩56只，不过复原的情形是愈来愈稳定。来看一下小雨燕的飞行状况 ，O 不 OK？ 我会先把鸟放到这个网子上，看它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看它一只眼睛闭着，然后一只眼睛闭着，通常就代表可能精神状况没那么好。小性命会使活落去，最后回归自然，是野湾人上大的心愿。最终目标当然就是不要有医院因为你不要有医院，就代表说你没有动物需要处理这些事情。人类甲自然要安怎共存共好，这段学习的过程可能爱真久，也不过有开始，永远都无嫌晚。遥远别墅一座灯塔照亮回归山林之路，陪伴动物做伙行。